欢迎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價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來關心兩場對 L 組嘅選舉。上半場我哋看到係後日所提一輪投票嘅法國，下半場我哋關注係6月初8而進行提前大選嘅結果。今日嘅節目地圖為大家繞長度嘅專家係來自軍事太后 L 民研究中心嘅莊台麟莊主任，主任您好。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謝謝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今天要來把焦點放在歐洲的兩場重要的選舉。第一是老師的專場。那我們看到後天禮拜天，法國就要第一輪的投票。對。那現在我們從我們的背景也看到4個候選人，從勒龐啊、馬克宏啊這幾個費庸，他們好像競爭的特別的激烈。我不是像老師這麼長時間認真的這麼專注的看法國的選舉，但是我印象中很少像這次4個都還蠻強的，彼此的差距並不大。那首先是不是我們看到第一輪投票，觀眾可能就好奇哦，原來法國都是投2輪嗎？為什麼他要採取這樣的2輪？那它的優缺點有哪一些？那法國的選制又有哪些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法國主要是在我們講第5共和以後啊，它因為在過去啊，我們講的第3、第4共和的時候，它是那個比較強調內閣制，可以這樣講，所以它的多黨林立，政府不穩定，這樣，所以戴高樂來了以後呢，他就要修這個所謂的憲法嘛。那麼他覺得一個總統的話，當然你除了總統選舉直選很重要，可你直選出來的這個民意的話，是不是要過半？過半你才有這個民主的正當性。那麼第二個過半才會有一個多數的這個民意。那麼另外呢，因為還有法國它還是有內閣制的一個特色，它還是有國會選舉。那麼國會選舉它也是一個單一選區的，所以呢，因此呢，他覺得一個總統要過半。那麼選完以後呢，再加上國會的一個過半，這樣子才有辦法，這個領導整個的國家，才有能夠辦法來貫徹這個選舉的政見。所以基本上他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所以法國設計了所謂2輪多數決，包括在國會選舉的時候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很這個強勢的一個因素。國會選舉也是2輪，所以那總統選舉的2輪是就是你任何一個人在第1輪的時候呢，任何一個要當選要過半是好了，如果沒有辦法過半，這一次顯然應該是不可能過半，在過去的經驗都不可能過半，所以他第2輪2個禮拜以後第2輪，那麼第2輪的話呢，就只有在第1輪呢獲得這個前面2票的前面這個2位優先的人才可以參加，因為你第2輪的話2位優先的人在一比的話，他一定有1位是50+1過半，對，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就是正式的這個確立這樣的一個投票的一個結果。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結果，就我剛剛講的有優勢，就是說總統他這個是多數，而且有這個過半的民意，所以他才能夠推動他的一個這個選舉的政策跟政見。那麼再加上呢，因為他還是有國會，所以呢，他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要帶領這個國會的選舉啊，那麼讓這個國會能夠掌握多數，然後執政。在過去法國的一些經驗，大部分都是這樣，除了過去有幾次。那麼左右共治的問題以外，修憲，所以現在變成都是5年，然後在這個國會也是5年。在2000年以前的話，總統的任期是7年的，所以他基本上在這種情況之下，法國從這個1965年開始的總統直選，到目前為止都是2輪，因為沒有一位候選人在第1輪可以就任何。就算過去這個戴高樂在這麼的這個聲望這麼高的時候，他都沒有辦法第1輪這個過，因為畢竟他還是一個多黨這個政治的國家啊，那麼所以呢，他的候選人呢，在第1輪的時候呢，有很多的候選人，他們必須也要展現他們的一個企圖心，也要展現他們的一個選舉的能量。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選舉，幾乎過去也差不多。都是10個人上下，這是11位，是因為這裡面就是包括相當多都是代表政黨的這個領袖，那麼提出來。那麼當然在這裡面值得一提的說，雖然我們大家法國看到現在的11位候選人啊，但是他們也都是經過一定的條件，他們必須要有聯署，他們必須要聯署，就要有這個500位的這個所謂的民意代表的聯署，包括縣市長、縣市議員。或者是我們講的大區的這個市議員等等啊，那麼要聯署以後，你才可以經過的這個聯署500位以後呢，你才可以正式成為這個候選人。所以他們還是有一些
门槛的限制。OK， 老师，我在这一段期间，我偶尔会翻译一些国际的新闻报纸，比方说我发现，在法国的媒体，像之前我看到《费加罗日报》跟其他一些法国的媒体在评论上会讲到，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出现极左对极右。那从候选人来看，我们相信就是从梅朗雄对上勒庞。极左跟极右，可是目前照这个态势来看，好像大家很担心这个局面是不是已经不会出现了？因为我们就目前的声势来讲，是不是梅朗雄已经算几乎出局了？其实法国这一次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讲它因为2轮制度的关系，当然2轮就是2个礼拜以后再投，对，从本来就大家就会主要还是因为多数的政治的关系，但是问题是在就是会造成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变化，还有它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呢，就来自于因为法国它的民主的特性，因为它是多党的，还有它总统选完以后啊，这么立刻1个月以后就要国会就要解散了，要重新改选。也到齐了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所有的这些候选人，我们不管是11位，或是现在的4强，他们的背后其实都是一些政党的这种的一个合纵连横的啊，根据他们自己有的意识的形态、选举的策略，在那个地方在推这个候选人。主要的候选人就是说，让谁能够进入到第2轮。那么这一次，因为这4个是过去没有，过去通常就是有一位极右派 Le Pen， 对，那么另外呢，左派就是社会党最大党这个候选人，然后呢，右派一定是右派的这个通常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那么大概是3位去争取进入到第2轮跟这个极右派的 Le Pen 的这样一个情况，但现在是变成是4位的话呢，那么显然1位 Le Pen 看起来他一定会进入到，他不是第1也是第2，对，他不是第1就第2，好了，那剩下这3位，所有的这个选民他们的观察就是观察我这3位啊。谁能够进入到第2轮，能够去跟这个 Le Pen 去抗衡？大家都不想浪费自己那一票。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这一次很特别的，刚好还有一位马克龙。其实马克龙他其实基本上来讲他是这个所谓的泛这个社会党，他不是社会党正式提名，但是呢，他算无党嘛？他算是无党，可是他的背后。他很多背后，比如说法国总统奥兰德是很欣赏他、支持他的。过去他这位马克龙，他担任过这个财经部长的啊，就是在奥兰德这个任内当过财经部长，也他第一时间是担任过总统府副秘书长。所以他是一个从银行挖角过来的一个优秀的这个年轻人。对。那么之后呢，他实际上现在他的支持者有很多，现在的前总理瓦尔斯在初选失败以后支持他。对。而且。我们发现马克龙其实为什么他讲泛社会党？因为真正的社会党的阿蒙反而被撕扯。对，现在已经被挤掉了嘛。因为其实所有的政府的这些重要部会首长都已经产生，已经大家现在也都跳船的也跳船了，该支持也支持，大家都到定位了。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阿蒙真正的社会党的这个候选人啊。几乎已经是崩盘了嘛，所以因此所以为什么刚讲的这个所谓的不确定的因素啊，主要是关键在于说，老百姓到底要让谁呀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第2轮去跟这个很可能的 Le Pen 他来抗衡。那关于这一点，就老师的观察，这一次大选，法国选民最关注、最在乎的议题是什么？我想这一次的议题大概也就是法国长久以来第一个是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任的奥兰德总统他就是因为执政啊失败，那么一直经济对，就是因为执政的失败，还有个人的一些形象这个私领域的问题一直处理不好，时常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一些新闻报道。那么长期时间以来的民意啊也都没有也都是低迷，所以在城还有他党内啊。也已经很早就提前开打分裂，分崩离析。对，所以说因此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就是让他自己就没有很，当然也不能讲就12月真正社会党启动初选的时候，他才宣布，所以也差不多12月，也差不多就是他竞选的时候啊，因为他也不愿意很早就表态，那么所以因为他。经济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法国的经济一直持续的在这个下滑。那么第2个就是所谓的治安的问题，社会治安，其实社会治安就跟这个反恐连接在一起。我们今天早上在台湾收到讯息，法国的昨天晚上又疑似的恐怖攻击在香榭丽舍大道造成2名这个有1名警察，对，就是枪杀警察了啊，所以。
就是这个反恐的问题。那反恐的问题，这里面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举的因素。因为什么？这几位候选人啊，那么 Le Pen 或者比较右派的，简单来讲，或者菲佣啊，这右派政党的，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希望采取比较强势的这个政策策略啊，包括就是移民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像马克龙，还有这个阿孟。还有呢，梅隆秀，他们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泛社会党左派的这种力量的意识形态，他们基本上就是认为说，我们好好的管理，但是不要用这个铁腕啊。所以这个政策，我想应该在这个这个礼拜天的投票势必会发酵。你到底要选择比较强势的铁腕，那么还是说要用一个比较这个松散的，或是比较这个还是开放的这种政策？像马克龙他就非常强调他采取这个开放的一个政策。第三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脱欧，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要来这个反对欧洲，还是要赞成欧洲，或者是反全球化？因为现在比如说在反欧洲来讲的话呢，这个一样 Le Pen、勒庞跟这个菲佣，基本上他们是我们这样讲疑欧，对疑欧，所以他对于很多欧盟的政策，他觉得应该提出来检讨。包括 Le Pen 提出来要检讨加入欧元，要检讨这个欧盟，但他们的步调都是说要渐进式的。但是像这个马克龙其实不清楚社会党的，再加上梅隆雄啊，那么这些呢，他呢比较更极端的，他完全就立刻就要离开这个欧洲啊。所以从这里面脱欧还有疑欧的这个角度，就是牵扯到所谓的国家的认同、国家的这个主权的完整，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英国的。脱欧的因素里面有很多这种因素。可是老师，这一点跟我们当初在历史课本学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确立法国立国精神的自由、平等、博爱，听起来是有一些冲突的。怎么会反而现在的法国人去支持这样违反当初立国精神这一些价值呢？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对于欧洲的，它尤其在这个宗教上面的一些文化的这个议题，其实我们在我们台湾的话不是那么了解。对。但是我们知道，像法国还有欧洲，很多的国家，德国也好，或是法国特别，因为它在过去这个过去长时间有殖民地。对。那么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它从非洲还有中东啊引进了很多的这个劳工。对。那么当时的劳工呢，其实一直就到了这个现在，它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些人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法国人，是啊。但是因为他们背后的这个家庭里面传统，他是属于这个伊斯兰教回教，那么所以长久以来，法国就是基于刚刚主持人讲的自由、平等、博爱，对，所以我们都很多元、很包容，是。所以你任何的这个伊斯兰教，其实在法国长久以来都非常非常的包容的，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这10-20年来开始。就是凸显了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教文明的这种问题。我们看，反正文明的冲突，对不对？那么你在学校里面是不是要可不可以戴面纱、布卡那些？对，那么你在这个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面，你是不是要凸显你的这个宗教的一些的意涵、宗教的一些的信仰？那么这些的过程里面，都在法国的这个内部产生很多的一个困扰。比如说，有的学生他是因为信这个伊斯兰教。他碰到斋戒月，他要跟这个要不要请假？我们可不可以准成1个月去？对，我们在台湾的话，大概基本上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可是，在欧洲、法国，尤其法国，这10-20年每天都在解决这种问题。我今天要上体育课了，要游泳课，老师我不能够穿游泳衣，我不能够露背，我不能穿短裤。对，所以像这些的冲突，就让成还有呢，在这个犯罪治安上面，犯罪越来越多的犯罪的人啊，那么。都是就是所谓的移民第2代、第3代啊，而且越来越年轻，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再加上现在的这个 IS 的这个恐怖主义的国家，然后再加上事实上最近这2-3年来，那么巴黎啊饱受这种恐怖主义的攻击，而且现在这种恐怖的攻击基本上都是源自于你法国本土的年轻人本身，他就是接受法国的教育，但是呢去支持或是去认同。这个 IS， 然后再回来做这个恐怖的这些事件，所以让法国非常非常的头痛，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能够
积极或者是比较这个有效的一些政策。我想这个一定会发酵。OK， 謝謝老師在上半場的分析後，你看到法國的提醒，加零嘅時點鐘係咩正經上教授講嘅，為咗了解這樣嘅，你就持續嘅觀察。那下半場，持續嘅關心哪種選舉係2月初八，英國嘅首相特蕾莎梅佢竟然宣布提前提醒係經濟麥克演繹，又有哪啲目的？先了解下，讓佢轉來。法國戰鬥討論的現狀，下半場的關心哪場選舉係英國2月初八所提前提前。而是我們看到這個特蕾莎梅出乎大家意表的，宣布說，6月8號要提前選舉。那出乎意表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剛上任不久，而且他自己曾經對選民承諾說，在任期就是2020年之前，他原本已經講了，我們不會提前選舉。結果為什麼？我們怎麼看待他這麼突然的一個動作？那可能有哪一些利益考量？他做這個決定基本上是，我相信他是深思熟慮。那麼也有很多，當然有些政治的計算，但是也有他這個個人的一個政治的一個考量啊。我想最重要的第一個，他第一個要奠定他的那個領導人的地位，因為我們知道May上台的時候，他是沒有經歷過這個選戰的洗禮的，因為卡麥隆下來，他就直接接，就是在7月份的時候，我們那個公投一完畢後，他就接了啊。他那時候是內政部長。那麼所以呢，這些現在的這個國會議員裡面，都是卡麥隆帶着這個保守黨打贏這個2015年的那場選戰。對。那現在他要面臨到這麼嚴肅的脫歐的問題的時候呢，他的黨內當然雖然他現在聲勢很高，就是因為他現在聲勢很高，再加上呢，他希望他能夠除了這個擔任這個首相的這個民意的情況之下呢，能夠呢強化他的一個民意，所以呢，因此他強化民意，他才可以能夠去對歐洲的這個談判。另外一個第二點是，大家比較曉得，剛剛主任講的，其實他在這個脫歐公投的這個過程裡面，他的立場是搖擺的。那麼曾經他在這個選前的1個月有接受過的訪問的時候呢，他就講說，那麼如果這個公投通過的話，將會對英國如何很大的一個影響。換言之，他在當時他其實他並不是所謂我們講的這個脫歐的那種的所謂的那個衝鋒的派，啊，他是比較中間的。那麼所以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他面對這個保守黨的他自己的這個黨員的時候呢，那麼別人會質疑他。你到底真正的要這個帶領我們要脫歐，還是呢在那邊這個只是這個延遲，或是跟歐盟這個談判啊，或者是說這個並沒有辦法很忠誠的去反映他意見。所以呢，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決定再重新這個選舉呢，也讓他能夠就是說成為就是說我是一個真正的脫歐首相。啊，所以我想這個，所以它算是一個自己發起的選民對我是否信任的投票。對。可是這裡，然後他現在民意比較高，所以他可以能夠更凝聚這個大眾。第三個一個所謂的我們講的一個政治的計算有2塊，一個是因為他2015年選上了，這個現在的英國多數的國會保守黨2015年，那他原則上5年就要改選了，所以到了2020，可是因為2019就是2年結束了嘛，馬上脫。時間非常緊迫，立刻要去選舉。對，那麼然後這裡面的變數有很多，所以他就讓自己呢，第一個能夠讓這個保守黨呢，能夠現在的民意來看，能夠掌握更多的席位，所以他能夠把他這個提前的解散。另外呢，他也希望，因為如果今天一改選的話，6月選，那麼就會變成5年，就變20這個22。對，對他來講的話呢，他整個的一個脫歐的過程來講的話，他在主導。他也在這個時間上面，他也比較充裕，而不會變成了他自己變成到時候談到後來變成跛腳。對。那麼另外一個政治算計就是針對這個在野黨工黨。那麼因為工黨現在幾乎是分崩離析了。Corbyn 已經沒辦法領導了。對。所以呢，他這一個一下去的話呢，這個工黨的在這樣一個選舉的情況，在這種脫歐的氛圍下面，他們能夠這個強調什麼樣的一些政策？
像包括我们他这一次的解散需要2/3投票，几乎全过了嘛。对。但实际上，他的国会目前保守党只有330位。对，522票通过，只有13票反对。对，但是那个May的这个保守党，事实上他现在只有330位，对，过半650，过半是这个325，所以他认为这个多数啊，其实是非常勉强，在未来的脱欧的谈判里面，必须要国会嘛，所以他觉得这个多数啊，并不是那么的这个强大，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把它解散脱欧。第三个，他还有一个就是爱尔兰的问题，他利用这个机会呢，我讲政治计算。对不对？除了工党分裂，另外苏格兰，你一直要独立，对不对？好，我给你们机会。他这次选，因为他觉得现在他在这个风头上嘛，所以呢，原来的50几个这个SNP 对不对？搞不好一半，或你不可能增加，他认为不可能增加，那么他认为不可能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 SNP 苏格兰的这种独立的声浪，这个反对脱欧的这种谈判声音就会小了。所以你看这里面。其实这个英国首相梅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老师，这个聪明让我想到2点：第一，他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个人或者是讲保守党的利益凌驾在英国的利益之上。那第二，我不解的是，就像老师分析的，确实他这个算计，我相信所有英国的政治人物都看得出来。那为什么会在他提出这个诉求之后，在国会你看？绝大多数压倒性的赞成，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 SNP， 也包括了工党。对，他们自己知道梅伊的算计是针对我而来，我却也跟着支持要立即重新改选，这我就看不懂了。这个对那个工党或是苏格兰这些来讲，我们讲都不确定因素，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说这个解散等于说让大家让大家都是一个机会跟挑战嘛？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政治计算是一个赌注的话，其实工党从后来这个脱欧的这个一路的这个投票，那么工党它并没有反对这个强力反对那个脱欧整个的这种谈判嘛。换言之，在这个等于说是工党或是苏格兰这些，不管你是赞成反对，那么你都要面对这个脱欧的问题。那么同样的，工党跟苏格兰也会在算计说，没关系，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这个政党到底是脱欧还是说反脱欧？那大家做一个那个表白，或者是大家作为怎么样，就是一次解决嘛。就是说，透过这个选举，其实某种程度从英国的内阁制度来看的话，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种选民的公投嘛。可是老师，这3个党来讲，大家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我这个党的未来。可是选民不会这样子看待这件事情。比方说，我们拿自己，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台湾，连之前这个立委跟总统要不要合并选举，都被批评，当然要啊，否则浪费社会资源嘛，因为你要耗掉更多的时间，耗掉很多的人力。然后在英国，身为这个首相，他临时就说啊，我要提前来选举，难道选民不会用这样的角度来解读说，我们已经在做脱欧谈判，3月底已经展开了，现在我们国家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这么大的挑战，你却要增加我们这个国家面对的不确定性，跟增加它的动荡，难道选民不会不买账而重挫他的声望吗？也可能啊，所以我说，但是基本上它的这个背景是这样，因为英国它是这个典型内阁制的一个国家，政治传统里面或者是宪政的惯例里面，那么总理他首相他可以这个在任何对他最有利的时机啊，他基本上还是要。向这个女王啊，这个申请或者说提请啊，说解散的国会。通常女王，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制度，她不会说不，或是她完全虚伪，不会表达。那2011年呢，这个英国它有新的一个法案，也就是说避免过去啊这个所谓的腐烂啊，像刚刚主持人考虑的这个太滥用民意或者政治的资源。所以呢，因此他们通过2011年有新的法案通过，就是说只有在这个不信任案的时候，政府倒戈了。对，你要解散。那么另外呢，就是必须要通过2/3。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当梅伊18号提出来说他要解散的时候，第2天国会就投票2/3通，所以它有一个2/3门槛，是2011年来的一个新的这个规范。那么最重要的还有刚刚一个原因，从陈主持人讲，就是说，因为英国它有这种的一个宪政的这种传统，就是可以解散国会。为什么？就是说当
这个从某种程度的话，在法国或是在这个比利时若干的意大利也好，也就是说，他对于面对一个国家很大争议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公投。但因为像这个法国或是这个意大利，他有时候他不一定是用一个公投展现，他也可以用一个选举啊。我们用选举也可以就是展现出老百姓真正的民意。那这里面的关键，刚刚这个应该特别强调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在公投它的这个比数不高的，52比48，对，而且一选完以后。投完以后呢，就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疑虑嘛，说再选一次，说我们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这个脱欧是什么意涵，对不对？那么另外在3月底，梅伊要提出这个正式向这个欧盟提出这个脱欧的程序，欧盟里斯本条约50条的时候呢，对，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得到，只是我们这个我感觉我们媒体没有特别报道，它其实有差不多将近10万人的这个英国人上街头反对脱欧，对。所以，我想面对这种英国本身的，一方面你公投只有这样子一个少数的落差，所以梅伊是想说，一方面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家来透过选举，让这个真正的民意，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脱欧？刚刚陈叔讲的，他也可能败啊，是有过的，我们知道是有过的。过去在法国有时候很多经验，他一直以为应该这样讲，在过去这个1997年的时候，在法国齐哈克执政的时候，他当时的这个国会2/3强。所以，那他觉得2/3够强了，够强，对不对？但是因为什么，很分散，意见很分散。